为着改善考驾照制度，公路局预计4月底就要招专家学者，也有民间团体去开会。不过，台湾机车路权促进会是无去互邀请，就真无欢喜。因是讲开会迄天要走去现场抗议。也若是公路局是回应讲，这5月也有一场交流会，到时阵对换邀请机车的相关团体收集相关的意见。学员伫教训班内底沿线型照标志反复练习。公路局统计最近5年，汽车考照录取率差不多70%，机车考照录取率差不多5%。因为交通事故依然真多，各界对教训考照制度搁精进，拢有期待。第一线教训教练就认为，车辆安全检查占比要搁加重。检查车内车外的部分，我觉得分数有点低。扣分的标准有点低，导致学生基本上就是背口诀，然后看着仪表板那个画面随便念过去。公路局按算4月底邀请学者专家、民企团体、驾驶学会等相关团体，针对进行驾训考照意见交流。不过受邀请的7大民间团体内底，所无机车路权团体。公路局要恢复驾照考训制度，甲机车团体关联性较低，引起民团的不满。包含所有的用路人，包含汽车驾驶，包含行人，包含其他的专家学者，可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包含机车路权主轴相关的团体受邀，有失比例原则啦。公路局也预计在5月份会再邀请机车路权的相关团体，都会广纳各界的意见来进行。机车路权团体认为，会伫会议登记到另外表达诉求，对机车无实际路口，也希望未来严精进。另外，为组织酒后赛车，台北市也搁公布累犯名单，其中罚上悬的酒后赛车拒测累犯4摆，罚72万。因为高无安全，已经移送强制执行。我们会特别印制 A4 的彩色海报，张贴在里办公处以及派出所的公布栏，那就是增加这个曝光度。那希望借由就是这个措施，可以在嚇阻。台北市府表示，为实施累犯公布以来，目前观察酒后赛车的件数有每年下降的趋势。亲像今年到目前为止，比去年同期降低差不多14%，会阁继续观察措施的成效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